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快点，车快，有要紧吗？有受伤吗？啊？伊走啊！走，无代志啊。你是安怎？我敢真正是袂见笑的查某囡仔，我敢有这样凊彩？你哪安尼想啦？你是真好的查某囡仔，莫听迄个歹人有白讲，啊？我做直播只是为着趁钱，趁钱嘛是为着我的梦想。我才是就想要做一个伪装师。我知影，阿俊嘛支持你追求梦想啊。莫搞吼，我送你去学校啊。好啊啦，行。姚太太，你来找副经理啊？哦，对，冠华伊无伫我送便当来互伊。哦，伊早起有打电话来讲，要去工厂处理一寡代志，可能下晡才会来公司。哦，好，多谢。是便当我先替你摕去冰，等伊来我再交互伊。好啊，多谢，安尼麻烦你，袂啦。你来找冠华？创啥啦？你敢要啉啥物？唔免，要讲啥就紧讲。我知影叶冠华无选到厂长，你真艰苦。也毋过伊还是副经理，责任嘛足重的。只要伊愿意脚踏实地好好啊做，将来也是有真侪升官的机会啊。你唔免叫好水互我看，伊无选调，你上欢喜。你敢会当较理智的？我是伫咧关心你加无。冠华伊遐尔拍拼，逐工遐尔辛苦，结果你伫咧遐叫伊后骹。本来越南是伊要去的，即摆要让互别人，你敢知影伊有偌艰苦？伊艰苦到要跟我离婚呢？你敢知影这件代志对伊的打击有偌大？伊只是无选到厂长，就要甲你离婚。拜托的，这款红衫卖伫嘛好。你就是安尼，永远袂徛伫别人立场去想。煞去，随在你要安怎讲。你紧食食的，我等下搁要转去工厂呢。哎哟，你敢会会陪我较久咧？等下陪我踅街好吧？哎哟，袂用的啦。周明峰已经咧怀疑咱啦，咱也较细腻的。啥你无道？顶届吼，咱就是互周明峰长着，咱的关系才会变空，还是较细腻的。我甲周明峰约出来好无？
伊毋是讲想要投资房地产，我甲伊当做普通客户带去看厝，安尼我阁会用趁钱啊。你起笑啊！毋是啊，人毋是讲做菜心喜，我主动甲伊约出来，伊就袂怀疑咱之间阁有啥物啊。周面风无遐简单啦，你莫到时阵钱无趁着，咱两个代志搁互涨着，我就真是要甲你拜拜啊！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送物件互你。安怎？你买礼物互我？比礼物搁较贵重。求婚手指？求婚手指爱一步一步来，你莫着急。目睭起起。互你。这是啥物啊？是醋客，你摕着啊？是毋是比手指搁较贵重？对外口莫安尼啦。哦，我伤欢喜啊！你创啥？你摕这创啥？这还无过户啊！你摕这嘛无效啊！我去找一个大师，甲厝过户我，然后才去贷款摕钱投资你的厝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我也骗我？我当时骗过你啊！好，你紧吃，我过来转去工地。厝到手啊，安尼后一步就是逼你甲迄个查某离婚啊。Hello， 你想要创啥？毋是啦，我后来想想的吼，恁老阮查某囝呢，敢若袂当安尼就煞煞去哦。咱毋是讲好啊，我保证袂阁去惊到恁查某囝啊。对，咱是讲好啊啦，毋过我后悔啊。啊！你创啥？哎呀，免惊，我有水准，你嘛知影啊。迄种害人骹手的代志我袂做啦。啊，若阮查某囝会真心陪想，收你20万就好。20万？我无遐尼侪钱啦。安尼哦，你无？恁公司就伫遮，我去找恁头家开价。对，等下，我真是无遐尼侪钱啊！我口座内底敢若剩10万尔。你若是毋是，你摕我的提款卡去查就知影。你是一个工程师呢，你的口座干那10万块，袂感觉歹势哦？说起来无要紧，我今日心情好，我会当接受分期付款。呀，先去领10万块出来。怀疑哦，行啦。哎呦，免紧张啦。我食饱。你送伊去学校，敢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无，安尼伊哪会怪怪，拢无爱讲话。伊即摆是真存奇，怪怪真正常啊。你伫创啥？我伫设定新手机啊，甲云端的资料传入来。你的口座会当用啊？啊袂啊。安尼你哪有一买手机啊？你毋是搁要甲我借钱？我毋是无朋友啊，我之前是在一个出版社的头家，因先借我10万块，我以后再摕迄几张相片来赌就好啊。OK， 设定好啊，以后有代志就等敲互我。我甲卡田老师约好啊，明仔载就用找伊讲。这件代志你是莫甲卡田讲，卡免伊搁伫个遐发生的。哦，你决定就好，我无意见，我嘛食饱。臭袂人上够人怨啊！我今日就教示你，互你知影，讨厌人的下场是安怎。
上看伊的八个呢。去买车款。哎，我拜托你，以后3顿正常食好无？你安尼会甲身体拍歹去。这做过几工，你竟会管我？既然拢做伙啊，你的一切我拢管，包括你的胃，所以不准唔食物件拍歹身体。非得我的店甲恁公司足近的，若是巴肚枵就来我遮，我一定甲你饲甲足饱的。若是大家拢有这么好食的物件通食，我当然好啊。迄落，无啊。有啥物好意外的？我拄则毋是讲，你的一切拢我管，包括这。就来，你莫歹势，一锅水。上歹势啊！这个机名足多好无？若毋是你这么突然，害我无心理准备。哦，你上好随时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种代志随时拢有可能会发生。我即嘛才发现，原来你这么咬人查某囡仔。你敢真是跟他交过一个女朋友？我就当做你这句话是咧学老好啊。咱拢讲几落工啊？你什么时阵要带我回去见家长？你这么着急无？哪会着急？你甲迄落无友好才做伙无几工，伊着规家伙仔拢去过啊？这嘛要比？毋是啊。我的情人你拢熟悉，搁要记啥？无共款啊！我即届是以真正的男朋友的身份，甲大家见面。才讲啦，最近厝里可能袂办聚餐。为什么啊？气氛无啥着，而且有人伫到生气。你甲文玲还袂和好哦？也袂，我嘛毋知要去到当时。以前毋管安怎嘛，袂完遮尔久。我拢唔知要安怎做。到底是安怎？阿嬷，哎，有你啦！啊，来来来，你甲阿嬷看一下吼。啊，我传来互迄个魔神仙，啊，伊奈拢无看也无回啊。哎呀，阿嬷，你无来一传信息互伊创啥？无啊，我叫伊自餐啊，来咱兜食饭啊。啊，毋是啊，即摆自餐创啥？日子甲爸伫遐无欢喜，你甲爸甲阿兄为着回阮姐的代志伫遐激气，上严重的大姐甲三姐顶个冤家到即摆拢毋讲话，这时阵自餐受该药啊，莫办啊！这我拢知啦，所以吼，我即个无找因啊，我甲他请魔神仙甲文琪2个人了尔，对无？啊，你看，来咱兜安尼生自餐吼，只有因2个长干蜜甜，迄气氛真好啊！上好事，什么上好事？本来就是。卖啰嗦啦，你甲阿嬷看一下较紧的啦，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啦？是我手机的问题，还是伊无看到的问题啦？哈？啊，你甲我看一下哈。阿嬷，你的手机也无问题啦。哦吼。啊着，你封锁啊？啊？会甲我封锁？我阿嬷呢？啊，无你传互伊啦。我嘛封锁啊。哈？伊也甲你封锁起来啊？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伊是安怎啊？哈？啊，就讲啊！来好小姑娘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莫激动，冷静哦。啊，着幼好哥甲大姊分手啊！当然，马久。你拄则讲啥？你讲魔神仙甲文琪已经分手啊？
伊搁分手啊！阿妈，你敢会当当作臭鱼啦？哎呦，这个文琪哪会话男朋友甲伫换衫共款？我本来想讲两个人感情遐尔好，这个绝对透动的啊，结果搁切。哎呦，我实在有影吼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阿妈，安那，哎呦，我的血啊拢呛悬起来，哎呦，我的头壳拢会晕晕啦，哎呦！我替你叫救护车好不？啊，免叫救护车啦，你叫文琪回来就好啊。你甲伊讲吼，阿嬷即摆吼就要袂喘气啊，阿嬷即摆吼高血压拢压起来啊，阿嬷特别无命啊，起来靠文琪啦，紧卡啦，阿妈，卡啦！你之前毋是有花店的几点卡？你讲顿满就特别的礼物要送我，敢毋是？哦，对，甲我家己送互你，你超无聊呢！要无？丢你！喂，丢你，创啥？大姊，你紧转来啦！迄落阿妈知影你甲友好哥分手啊，即马去甲高血啊，头壳痛，心脏痛，抽筋，中风，巴肚痛，对，怀疑你紧转来啦！有讲有这么离谱？你叫阿妈听。阿妈，大姊爱你甲伊。我要安怎甲你讲啦？我规身躯无爽快，我这要死啊！要安怎甲你讲话？你紧转就对啊啦！听着啊好啊。你叫阿妈莫生气，我即马随转去替伊降血啊。行啦，去倒位啊？阿妈血压称悬啊，你就是迄条降血压的仙丹。行。来啊！哎呀，哎呀！阿妈，我转来啊。哎呦呀，我安尼足艰苦的，气敢若喘袂起来啦，敢要是佛祖要带我走啊！阿妈，你看到的是佛祖哦，人敢毋是七爷八爷？是的。阿妈，你啥款？有要紧无？无好啦，气我敢若喘袂起来，足辛苦的呢。哎呦，阿妈，你是安怎啦？对伊无爽快？我对头壳到骹底拢袂爽快啦。我心痛、胃痛、巴肚痛，规身躯拢总痛啦，一个头痛甲叫要爆炸啦，心肝敢若有人在甲我紧共款，足艰苦的啦。哦，这么严重哦！安尼赶紧去看急诊，我要带你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检查，看卖是安怎。我即马就叫救护车。免叫救护车啦，阿妈，我差不多300外工了尔，叫救护车吼就无采钱啦哈。我少年时有人甲我算命，讲阿妈吼水人个无水命啦哈。我即马才知影，我食老歹命，互你食孙仔五年啦。丢咧，搁笑，到底是安怎？阿妈哪会好好雄雄白甲呢？因为知影你又搁分手啊，所以阿妈就去甲。哎呀，阿妈哪会知影？我无讲哦，是阿妈逼我讲的。那安尼你是安怎知影？就我带卡婷去友好哥的公司讲直播的代志，结果就知影。也毋过我真正啥物拢无讲哦，是伊直逼我。叫完啊，你来啦，你来甲阿妈讲，你来甲阿妈讲一个。来啊！你甲我评一下你咧，人某先生吼是少有情义的呢，要甲阮文琪交往啦，伊啦一定是无愿意甲人结婚啦，而且歹剃头啦，所以人才会甲伊找啦。阿妈，毋是安尼啦。阮家人真好啊，分手毋是伊的问题，是迄个某友好，无即个福气。毋是啦。
啦，是我无迄个好气啦。我想讲吼，我食遮多货啊，我看敢会坐大位吼，啊食我查某孙的即个喜酒啦。结果我看心拢顺啦，无望啊啦，我有影真歹命。哎呀，哎呦呀，那会火还阁凊悬啊啦，那规间厝一直生啦。哎呦，我来根本袂喘气啊，是安怎啦？头壳足痛，头壳足晕的是安怎？阿妈，你唔免阁戆啊，我甲你讲血压药啊咋来啊？伫遮。什么药啊？哈？我已经甲交还做伙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浓烟下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啊那会有一个凊悬啊啦，那规间厝一直生。哎呦，我根本袂喘气啊，是安怎啊？头壳足痛，头壳足晕的啦，是安怎啊？阿妈，你唔免阁戆啊，我甲你讲血压药啊咋来啊？伫遮。什么药啊？哈？我已经甲交还做伙啊。你即么讲啥？我讲我已经甲交还做伙啊。你讲真的还是讲假啊？真的啊。是的啦，叫我歹势啦。阮文琪吼，就是知影我伫受气，跳甲佫用这步要骗我，骗我讲你是伊的男朋友。歹势啦，阮文琪常常欺负你，我替阮文琪甲你对死的，歹势啦。我什么时阵甲伊欺负啊？阿妈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。真是的哦！有影！阿妈，你莫替我别讲啦。唔是我主动甲伊表白的，是伊一直问我，敢要甲伊做伙，我互伊问到通袂掉，就只好答应啊。你咧紧张啥啦？我只是甲阿妈讲吼，因为我才是真介意你，所以我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今嘛总算等到你啊！应该大姐，佫会主动表白呢。就讲毋是我主动的啦。调完个无简单嘞。安尼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对无哈？我甲你讲哦，我早就讲过啊啦，迄个毛线生吼，甲咱文琪就无适配嘛，是毋是安尼啊？我就讲这个交还吼，一表人才啦，缘投、温柔佮体贴，这才适合做咱长大孙婿啊，对无哈？我讲过，我常常讲对无？对嘛？阿妈，你血压降来未？我血压一向拢正常的啊。因哪会打电话给我？喂，Cindy。对啊，顶个因为你有其他人揢伫，所以咱无法度好好讲。啊，即马？好啊，我即马有闲。刘太太，请入来。这间厝真好，装潢阁新。生活机能袂歹，离这运开车只要10分钟。若毋是这个厝主想要我紧卖掉，厝价嘛袂开遮尔低。所以刘太太，假使你是想要投资，今嘛是买厝的好时机。你真是最有卖厝的天分，而且人生了水，阁遮尔会讲话。这是我的工课。阮做业务的，当然袂当一支嘴互蕊蕊欺骗客户啊。有啥物讲啥物。有信用，才会当有业绩，做了久久长长啊！看起来，你离开冠华了后，真认真伫咧做工课。你甲冠华敢还阁有联络？早就无联络啊！人嘛，总是行着路，才会发现真正的目标。就亲像冠华甲文玲两个人经过遮尔济困难，
即摆因的感情比以前搁较好，搁定定等阮来。啊，顶个月伊转去厝来自餐，搁伫咧大家面头前讲，因计划要生第二个。安尼真好，恭喜！讲起来，文玲嘛是因祸得福，也毋过我真是真欢喜，你的人生总算恢复正常，安尼对大家拢真圆满，真好。姚太太，你找我买厝，若是为着探听我甲叶冠华敢有联络吼？无啦，我只是雄雄想着，加讲几句。哎，灶骹看起来袂歹，我去看卖。好啊。文玲呐，你是安怎？是食着啥物歹物件，巴肚无爽快是无啦？是安怎啦？我嘛毋知影，就感觉有淡薄仔想要吐。来遐济啦。嘿，毋对呢，咱早起拢食共款呢。若是食着歹气的物件，大家拢会有代志啊。哪会干那你无爽快啊？你干那想要吐，巴肚会跳无啦？啊有流无啦？就感觉想要吐尔，也毋过想要吐嘛吐袂出来。想要吐吐袂出来。嘿，哎哟，啊！照你这个情形看起来，你敢会是有心啊？我应该只是有胃无爽快，等下食胃药就好啊。哎哟，袂用的啦，袂当黑白食药啊啦。万一若是真正有心要安怎？哎哟，你这个情形着吼，甲当初你有遗传同款啊！你即马是咧病囝啦！你家己哦，算一下日子看卖啊，是毋是有心啊？应该差不多2工前爱来，也毋过我袂来。哎哟，安尼就是啊啦，安尼就是有心啦！哎哟，你吼做妈妈的人，管你戆戆啦！你即届吼，甲顶届无共款，嘿，一体一定是查甫的啦！啊，阮叶家吼要有金孙啊啦！妈，还袂确定呢。哎呦，这还佫无简单，啊，着去买啥物验孕棒，等来验一下，毋就知影哈。好，无我等下去买啦。哎呦，毋免，我来去买啦哈！你伫遮好好休困，我念伊转来哈。妈，免遮着急啦。哎呦，我足着急的，我要紧食，我有金孙无啦嘿。喂，你是咧起笑哦？这大声，阮同事差一点仔听着。我就是要起笑安怎？你甲陈文玲感情真好，四个电话来是无？我爱到有一个囡仔是无？你听啥乌白讲啊？我哪有甲陈文玲电话来啊？是周明峰甲我讲的，是我先甲伊讲，我甲你无联络啊，伊才甲我讲的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离较远的。是伊要买厝，甲我做生意呢。我无做伊这个生意，送饲我。我毋是陈文玲啊，你出来倒的就会当做少奶奶。安尼你嘛袂用听伊讲2句就来骂我啊？周明峰这个人无简单，无你看，伊是超工在你的面头前黑白讲。安尼你敢有拍算搁洗一个？唉，天地良心无啦。好啊，你就抓。假使你甲陈文玲有囡仔，你出去就好车咯。我安怎？唔高兴？宝贝，你听我讲，你想看卖？我即马逐礼拜3拢爱甲你见面啊！我嘛想尽办法，甲陈文玲的厝用到手。我心内若是无你，我遐尼辛苦要创啥？先生，你若是甲陈文玲感情无好，伊哪有可能甲厝互你啊？哎哟，宝贝，你莫听伊黑白讲啦！伊是超工要讨你的话，毋是要甲你买厝啦！你看，你即摆就中计啊！哎，你较乖，有啥物代志哦？咱见面讲好无？啊？要开会啊！好，我马上来。宝贝，我即摆要开会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？我才敲互你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叶冠华，叶。
这周明峰到底要创啥？哎呦，又搁安怎啊？哎呦！喂，文玲，你真是有心啊？对啊，我原本想讲这是微无爽快，加这妈有讲我是不是伫白囝，叫我验者，结果真是有心啊！我讲，喂，冠华，嘿啊，哎，这个文玲吼，这题一定是查某的啦。当初妈妈有你的时阵，甲伊起码吼一模一样，嘿啦。妈讲有就一定有啦，后生像我嘛。冠华，我已经挂妇产科的门诊，后礼拜三下晡要去做检查。好，到时阵我请假陪你去。即马上重要是你爱在厝里好好休困，我下班马上回去陪你。好，拜拜。我要做爸爸，后生呢，我要做爸爸，我讲要做爸爸。文玲有心啊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我要做爸爸，后生呢，我要做爸爸，我讲要做爸爸。文玲有心啊！我哪知？你家己袂晓去问伊哦。切，有滴，文玲真是有心啊！喂，我爱做工课女朋友，在上班时间较互你的男朋友，有啥要反悔？原本一堆想烦的代志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，就感觉敢若无遮尔烦啊。交换百万精油，专门治各种的无欢喜。甲你讲，看到本人，效果会更较好。好啦，下班去找你。你敢要先讲看卖，有啥物新烦的代志啊？我拄则听到关华爹讲电话，文玲敢若有心啊。然后我问迄个小囝，伊竟然袂甲我讲呢，伊是毋是真有滴？你著莫甲伊计较啊。要毋过，文玲真是有心啊。我嘛毋知影。要毋过文玲真想要搁生一个，若是有心，一定会真欢喜。你应该去看伊啊！这么重要的喜事，哪当无你这个阿姊的祝福？啊，煞去啦！伊即马搁伫甲我生气，我无想要去影响伊的心情。我感觉即马才是上好的时机，你要先关心伊，甲伊好好。我想文玲袂拒绝的。哎，哪会讲甲敢若你比我搁较了解文玲啊？大家常常安尼讲，公关食清啊。不安尼啦，我今日提早休困，陪你去看伊。你会当做伙去当然好啊，安尼我提早下班去找你。等你去，拜拜。我靠！阮阿兄的衫你全部拢留咧啊！我会记台湾人的风俗，毋是人死啊，就爱甲衫拢烧掉。来，你穿这出。敢是安尼？我这书嘛袂歹啊，有一种流浪查甫囝的感觉。哎，好啦，今日去学校算是甲家庭的教育有关系，我拢听你的，拢听你的。你要换去便所换啦，顺便打扮一下。哎呦，会歹势哦！去便所换。换好啊！换好啊，咱就出发啦。较亲切咧，我是工龄级，毋是工龄好，看到拢戆神啊！出发啦！哦，等我一下，你家迄只紧创啥？张宇外，唔关门是安怎？
Hello， 老师你好。你甲卡廷的爸爸生做一模一样呢？当然，阮是相生啊。老师，第一个见面，我是卡廷的阿姐江林杰。你好。你好。今日请两位来是想要甲恁讨论一下卡廷的升学计划。伊讲毕业了后决定去国外读书，敢是真实的？老师，关系这个问题，我甲卡廷阿姐有讨论过啊。我因想法同款，卡廷会留伫台湾。要毋过我听卡廷的意思，伊敢若一直认为要甲阿姐去国外。恁敢有甲伊讨论过这件代志？哎呀，老师，卡廷还要18岁啊，一个囡仔哪会知影未来要创啥？所以阮已经决定啊，伊就留伫台湾，缀因友啊阿姨。江先生，尊重囡仔的意思也是足重要的，尤其是即马这个年岁囡仔，真讨厌互当作囡仔。假使恁两个安尼甲伊讲，照卡廷的个性一定反对。老师，伊的意思是讲，我会阁好好甲卡廷讲。卡廷一直想要为美容的方向去发展，虽然美容科对分数要求无悬，也毋过照卡廷目前的成绩，是要考到好学校，也是需要好好打拼。毋是啊，老师，学美容是安怎爱读书？去做徒弟就好啊。老师，伊是想要讲，我会互卡廷阁加了解甲美容有关系的工课，阁看卖伊敢有兴趣。毋是啊，我拄则讲的是台语，老师应该听有啊。你是安怎一直替我翻译？OK， 我拢莫讲话，互你讲，我点点。另外，阁爱甲恁讨论卡廷做直播的问题。我认为伊即马应该甲精神放伫功课，莫阁做直播啊。尤其学校真无愿意看到，嘛无希望阁有粉丝黑白走离啊学校。老师，你是讲迄个陆克王有来学校？对啊，伊无甲恁讲是？哎呦，老师，卡廷有甲我讲，请两位放心，这件代志我处理好啊。迄个小囝袂阁来乱啊。陆克王的代志，你哪会无甲我讲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陆克王的代志，你哪会无甲我讲？哎呦，免烦恼，我拢已经处理好啊，唔敢过来找卡廷啊。处理？你安怎处理？这种神经病真歹对付呢。迄种人会当叫神经病，安尼我就是晓的啊。我甲你讲，这种人我伫国外看足济啊，看起来敢若足小的，其实会胆就遮尔细尔，小甲吓惊一下，伊就唔敢。干嘛呢？我哪会感觉代志敢若伤过简单啊？连警察拢找无的人，你是安怎找到的？这简单啊，中迄个美玲。美玲予我灵感啊！反正我有办法，你免管遐济啦。哦，下课，卡廷应该要出来。阿姐，你哪穿阮爸的衫啊？看起来足像阮爸足缘投的。讲缘投就好，莫讲我是恁爸，我是独身贵族呢。安尼我要转去换衫。恁两个做伙来，应该毋若是来接我吼？我甲恁阿姐约恁老师今仔日讲。哦，安尼哦。讲啥？行，就车才讲。讲啥？哎呦，伊讲上车才讲啦。不是啊，你先甲我讲啦。卡廷，卡廷，你听我讲，江卡廷，卡廷，江卡廷，开门，你甲阮拍开啦！你留伫台湾的代志，我甲恁阿姐参详过啊！你紧出来！你出来！你若是不爱出来，我就伫遮弄到你出来为止。江卡廷，江卡廷，啥物叫做恁参详过？你敢有问过我的意见？我知影你想要出国学化妆，也毋过你英文讲好，去国外，你连甲人讲话拢有问题，你这想法根本无实际。英文无好会当学啊？啥物叫做无实际？自国小开始就有要学英文，遮尔侪年你讲学好，
想要学伪装，台湾有真侪大厦拢有这种戏，是安怎一定爱出国？我出国是安怎爱经过你的同意哈？因为你还未18岁，袂用想要安怎就安怎。而且你阿姐嘛讲啊，伊要做工课，我都照顾你。卡婷，恁友阿姨讲的嘛有道理啊！我逐工安尼飞来飞去，我要安怎带你啊？你真过分呢！你明明就答应我要带我出国，那即摆连你嘛反悔？毋是啊，咱爱较实际啊，对无？你留伫台湾有人照顾你，我嘛较安心啊。既然你嘛无爱治我，你嘛无资格管我，你嘛莫转来啊！江卡婷，注意你讲话态度。老师讲你伫学校嘛是这种态度，无做学生的款，佮继续直播。切，我哪会甲你算账？老师一直讲你讲这，我感觉真见笑。安尼你就莫去啊！你也毋是阮妈，你有啥物资格管我？而且为虾米阮爸走了后，你搁住伫咧遮袂走？你走啊！走都袂感觉见笑。江卡婷，好啊，江卡婷，我甲你讲，从即摆开始，我袂阁管你啊！只要你感觉你对得起你过生的爸爸，随在你爱安怎就安怎。我甲你讲，这个囡仔我无爱管啊嘛，无想要管，你带走。丢！哎呀，毋是啦，啊你拢几岁啊？甲囡仔讲啥物气话啊？丢啊！哎呀，卡婷，你出来，甲友阿姨会死的啦！走啦！哎呦，好啊，你就安尼甲这麻烦等候啊！你唔管，我嘛唔管啊！看我啥物地带啊！哎呀，唔是啊，张啊，有话好好讲啦。其实我知影，你还是真关心卡婷。囡仔青春期啊，你嘛少年过，你也毋是唔知影。这是恁何医师，伊的意思嘛是甲卡婷交互你照顾，就安尼，我管无话嘛无想要管啊。啊？唔是，丢啊！恁即摆是要假死是无 ？OK 啊，假死我嘛是高手啦。假死哦，你做伙来假死啊！真正假死，夭寿哦！哎呦，文玲啊，你在创啥啦？哎呦，医生的瘤仔落去啊！哎呦，袂用的啦，你即摆有心呢？万一若去伤着我的金孙是安怎？哎呦，恁即摆少年人吼，一寡迷信拢无爱信。万一若发生啥物意外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对啦，啊，冰箱阁有啥物菜，按顿我来煮哈。我今仔日无去菜市啊呢，我想讲凊彩煮一个面就好啊。哎呦，安尼袂用的啦，你即摆有心呢，爱食较营养的啦。哎，你想要食啥？妈妈来去买哈。若无啉烧汤好啊。好，安尼我来买一只鸡哈，转来炖鸡汤互你啉哈。多谢妈。我即马就来买哈。啥啊？亲，哎呦，哈，是天要落红雨啊嘿哦，哈，哪会向走来阮兜啊？恁哪会来？阮是来看你的。嘿，文玲，在厝诶好好休困哈。多谢妈。入来啊，钱拖我家己摕。卫书我拄则看过啊，安尼这间厝是毋是该卖掉，然后卖出钱你甲卡婷一人一半？好啊，开钱买我的产权我走。第二，放弃这间厝伊走。第三，伊莫走，我莫走，你走。伊就是上准咱两个无步啊，即摆伫遐看好戏。无钱就去甲因爸摕啊。你放心，我应该想过。恁认唔着人啊啦！大佬，好耐冇見啊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
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